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姐姐。哦，迎夫人。大王来了，姐姐有失远迎。寡人去祖庙，顺便在这里歇歇脚。祖庙在东面，大王却来了北郊，南辕北辙呀。寡人……大王不必讲了，你呀，从来都是有事情纠葛不下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我。世间也只有姐姐才知道寡人心中也有懦弱。在别人眼中，寡人从来都是个只知利害的无情之人。列国联姻各有所图，年龄相貌不相称的比比皆是。只要梦莹能想通就好。但看梦莹郁郁寡欢，寡人心里也痛。梦莹性子要强，作为公子妃倒也罢了，但是要作为一国的王后，那要忍许多不得不忍的事情。我
我是吃过那个苦的。回头想想，我如今过的日子，真比那时候高兴多了。如何高兴？你看看，这赏鱼、赏花、打猎、抚琴、酿酒。大王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山果繁盛，我还亲自酿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几坛子，他赞不绝口。大王若是喜欢，也带走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吧。说到酒啊，寡人还记得儿时你第一次酿酒，酿得比醋还要酸，还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艺大有长进了吧？如今也没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么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拥江山，却更怀念当初的岁月。这衣服会不会做得太大了些？萧冉和蓉儿都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他俩的衣裳还是做大些为好。萧冉小小年纪就从军了，这也太苦了他。听说司马将军眼下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帐里，带在身边，时时调教。还不到1岁就没了娘亲的孩子，幸亏有你这个姐姐。萧冉从小有志气，想来不会辜负我们的。蓉儿也长大成人了，但因为威后阻碍，楚王一直没有给她分封。想到她孤身一人在那儿，无依无靠的，真让人揪心。八子，大坚来了。大王口谕，宣芈月今晚承明殿侍寝。是。还不快帮着八子梳洗打扮，接他的撵轿马上就到了。是。八子，老奴告退。不需要麻烦。